Hello，歡迎大家嚟到 Dinner Table 4月份雙魚座嘅感情占卜。如果你需要一個針對翻你個人同埋詳盡啲嘅占卜，可以透過左上角嘅聯絡方法同我預約做個占卜嘅。咁我而家就開始講下雙魚座4月份嘅感情運勢會係點樣啦。咁有啲雙魚座，我會見到你身邊可能有一個發展緊或者曖昧緊嘅對象。咁暫時就唔係一個正式嘅關係嚟嘅，咁但係你哋已經可能有一啲比較親密啲嘅接觸啦。咁我會覺得你對佢係好有感覺，對方咧係好吸引到你，你係會好想得到對方。但係其實你內心隱約都知道，對方唔係用同樣嘅方式去到睇你哋之間嘅關係。咁佢可能都會覺得你吸引，但係比較多係慾望去到驅使啊。咁而佢唔係真係想發展一段正式嘅感情。咁即使你係知道啦，你都唔係咁容易抽到身，反而會繼續留喺對方身邊。咁但係慢慢你就會有一個心理唔平衡喺度，而且當你投入更多嘅時候，而對方冇同樣嘅回應呢，你係會開始覺得受傷㗎。另外有啲雙魚座今個月特別容易掛住一個前度，或者一個曾經同你曖昧過、發展過嘅人，你心入面係清楚知道呢段關係已經係結束咗，咁但係你都係未完全放低到佢嘅。尤其是4月啦，你好想知道對方而家過成點，甚至有時候係會想同佢聯絡返嘅衝動。不過你又未必話會做到好明顯嘅，咁可能係偷偷地留意住對方嘅近況啦 ，stalk 下佢咁樣，或者係揾一啲藉口去到接近佢，同佢講兩句咁樣。但係對方嘅回應咧就唔會好似你預期中咁熱情。咁可能係比較冷淡啦，甚至係會出現已讀不回嘅情況。咁因為我見到對方已經走出咗呢段關係，放低咗啦，冇再停留喺同一個位置。咁而呢個落差係會令到你有啲失落，甚至係開始覺得點解淨係得自己未放低，但係對方一早已經行前咗好多呢？咁另外有啲完全單身嘅雙魚座，今個月你可能會喺一啲聚會啊、社交場合識到一個新對象。咁新對象會係比較熱情主動嘅，咁亦都有可能係火象能量比較重嘅人。咁佢嘅太陽、月亮、上升或者金星星座有可能會係獅子座、人馬座或者白羊座。咁你同佢之間會有火花，咁而且我見到呢段關係係有潛質可以慢慢發展成為一個比較正式同埋穩定嘅關係。咁但係如果有啲雙魚座本身已經有一個比較穩定同埋認真嘅關係，就要留意啦。尤其你另一半本身會係一個比較穩定啦、現實型嘅人，就要留意。亦都有可能會係一個金牛座嘅人嚟嘅。今個月你有機會會喺一啲社交場合遇到一個同你而家嘅對象好唔同嘅人。咁對方會係一個好熱情主動、好有吸引力嘅人啦。咁要小心啲，你會被捲入一個比較複雜嘅關係，更加有可能會有三角關係出現嘅情況嘅。咁所以今個月要比較小心留意。咁雙魚座嘅占卜就去到呢度啦，我哋下個月再見啦，拜拜。